好啦，以後今日有一些廣告後啊，轉到了福起來嚟節目嘅現場咯，學誒今日係8日和空天來報道嘅單元啊，同所有鄉親朋友聽下來關心到嘅是當然咯，頭先講到桃園來講啊，嗬，喺台灣一年嘅時間是在是290粒嘅卵，哦，一年啊，所以到200粒嘅東多啊，嗬，誒，是按多嘅卵啊，用選嗬，是講有呢度事情我來注意嘅部分，像頭先討了解，Andy 啊，讀了之前啊，其實有講到了解卵拍地部都有了解 Andy 嘅人體哦，有需要嘅了解氨基酸咧，嗬，人體有需要，嗬，用嘅需要很多，用嘅特別提出我了解部分。哦，你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啊，你的內臟啊，你的肌肉啊，你的抗體啊，你的血液啊，全部係卵白質啦。哦，全部卵白質。就偏肉唔係啲，個水唔係啲，全部都係卵白質。偏肉撈水有兩種神來，唔係卵白質，同其他嘅部分是係啊。所以 Andy 就咪講人體有需要嘅了解那個氨基酸來講 ，Andy 平常我記得日我來補充到，我用上來補充到你身體上嘅空間咯，嗬，因為假使兩隻金融新聞少睇嚟，嘅隻有少睇嚟按用啊，嗬，一啲人生嘅規則嘅運作啊，可能是冇按順序嘅，嗬，講到兩位嘅一啲太體，你鄉親朋友啊，一般嘅現象，可能你都會知道講，到了解講買了解芥蘭嘅時間，嗬，就買了解土芥蘭，因為了解土芥來講，嗬，其實到了解講慢散收啊，慢散走啊，所以啲水都係好天然嘅，嗬。講到啲品質上來咪係好啲嘅，所以講土芥蘭咯，一般來講假使係愛來講，愛可能是咪同啲嘅講豐盛啲嘅芥蘭，因為愛用好滋潤啲嘅。從按用來講土芥蘭咁僅僅是好滋潤。冇呢，我是咩好營養嘅人嚇，拍卵敷嘅全部強養，佢總之嘅種冇強養嚇，所以講出來嘅卵。什麼強養？其實講在卵地部營養全部都強養嘅，係卵地部度嘅了解滋養全部強養，所以假使講你愛同樣拍攝也係了解豐盛嘅，是唔是上很多嘅啦？嗬，可你是哪種？你是到客觀的話，你是哪種就好咧？好，所以嚟講土芥卵也係應講也一般嘅了拍攝卵，可能是係啲品種嘅問題。咁嗰啲就有一種嘅了解問題咧，嗬，可能當到朋友咧係你咪想講，經用辦休嘅，嗬，應講了解我上屆嘅啲卵啦，嗬，上卵嘅了解芥啦，嗬，你真正經用辦休幾個環境咧都，用消費者講真經咧。東南地呢？東南地哈，所以其實你買食物也卵，你一定係去安全的地方買，冇錢財買啦哈。所以我這樣去超級市場買卵啦，哈，係冇呢種有素食嘅，你有現場買伊咪當氣啦，咁樣哈。現場買咪當氣，現場買咪當氣，係。所以而家卵咧是嘅買到卵，又安全，還有要病到好食。咩講錢財病啊？哦，所以一個卵啊，嗬，Andy 係買到咧，嗬，買盡來，用辦來，不用咪當沖擾。一般全部嘅建議你不用變相嘛，嚇，不用變相嘅，其實記住，喺不用嘅是嘅味素嘅強嘅差嘛，嚇。譬如講係佢減，較鹹嘅地方就不用下吧，較鹽嘅地方就不用當過嚇。所以我下擺會唔記得，我就買個洗選單，轉去就是一hand嘅，肯定就肯去整邊，肯定用個表，我就全部擺好咧，擺好咧，我就按樣擺到嘅冰箱，用到冰箱度啊樣去。咁個人講到了解芥蘭啊，假使係大家嘅一般嘅觀念係希望講，豐盛卵會好抗菌，但係兩時節啊，有朋友講。記得去買時間啊，是講用你買到嘅豐盛嘅啲卵機，可能用手指甲扛下，其實實質就睇嚟，但是有張衣服哦，用板機喊到按麻煩，係愛去顏色嘅新本感唔會過咧。我想哦，每唔啲當到做法啦，既然呢個顏色以後一點沒錢，但是去買較多錢嘅，佢可能成本去費一次啦，所以佢就會按樣買哈。其實當然，我感覺是當摸頭的啦，哈。所以其實咩講總係買卵啦，買任何東西也是嘅一種地講佢係咪有安全的來源啦，哈。所以我感覺你有安全的來源是
較保險啦。年頭來講啦，你有啲講要安全啦，冇安全啦，真緊嘅嗬。所以應講啲下消費者嗬，真緊是實現到未後尾考量到了解，你買到嘅東西上來嗬，佢係咪要安全？是想辦法你做得自家落去看，自己落去看，整個自己落去留幾條主溫，樣是好清楚，冇就頭先講到，你也善用得嚟落去買，樣咪當好啲講到另外一種咧，你係。好嘅部分咯，好嘅部分你一個顏色啦，你做得用一個手指甲落去扛下，你做得啲咧，很少買方法，你做得啲。一啲要到啲顏色係染結重嘅嚇，還要到係咩水做得動嘅，水一樣寫下，係嚇。但是我從你做個從頭去買，你原來為自己用顏色啦，冇顏色。而且你買東西從冇一個固定嘅地方啦，你咪見你買一件。聽講你買，香港我感覺價錢，因為感覺一個價錢嗰種怪怪嘅，是嘅，你要詳細看下啦，哈，係咪用顏色哈？那除此呢，你還有可能，通常個卵啊，個卡可以卡粗的，越粗誒就越一起。所以你哋買卵嘅時節啦，嗬，你提前要看到有顏色冇顏色，就過來你要看佢嘅卵啲係卵要越粗誒就越起啦，一個。幾張面好粗嘅是上起來係下刺嘅，哈，韓國叫重量，哈，越重嘅先來點看啊，點看哈，因為哈，這種講表現機會是個氣勢會出來，哈，氣勢也韓國人下邊其實清楚嘅是較服較貢獻啲來看，所以按跳頭嘅卵嘅時節，第一張看佢嘅殼係咪好粗嘅是係下刺嘅，第二張來講是看佢嘅氣勢，看佢氣勢，當然啦，你這個做得出要貢獻。你們看的時間哈，就講個氣勢越大，就表示越機會；個氣勢越細，就表示講叫做客氣嘅。你咪係一個方法來看呀。你係你講買嘅時間，你要注意嘅部分咧，哈。好，你個當然對你個外形，你做得嚟看出來咧，你啲擺度你嘅卵網，你卵網我聽講咪做得透過你學解嘅時間，哈，你。來加濕到，比如講佢濕到，應講風吹頭，嗬，佢濕到買東西，卵網嘅色冇變，有，因為佢個色是同一個胡蘿蔔素有關係嘛，哈。那當然啦，這種是胡蘿蔔素是較多嘅，是個價個卵形嘅色就會較深頭嘅。但是你買幾隻卵嘅色，你唔得佢卵形嘅買個色嘛，有人係，但是其實。講起個營養冇差幾多啦，係營養冇話嘅差，冇講卵形較黃、較豐，佢就較有營養，冇咁樣嘅講法。所以呢時候冇聽錯講聽錯我一個卵網嗬，咁變到眼豐嘅啦，嗬，因為上班下講聽過豐嗬，咪有兩個問題咪嗬，是兩個講好天然嘅是本身是兩個講胡蘿蔔素，唔講呢，假使冇天然嘅，可能是其他東西咧。係。也都因為蠻看到咁樣嘅報告啦，但是我想安尼食東西是越天然的越好啦，越自然的是越好咁樣。好，韓國呢都提倡用心朋友，你買東西嘅時節，自家都愛來注意嘅部分，你係愛好好來去注意啦。好，嗰撒下來，你講到呢個卵，也當然係生長嘅卵咯。你經過加工過後嘅卵咪當多咧，嗬。頭先你有提到講，你係卵嘅料理方式，真緊係當多，像講啲淡水魚蛋有名嘅嗬，呢個硬嘅。皮蛋啦，嗬，韓國呢，啲嘅兩個皮蛋，嗬，含有咧，你講含卵咧都，按多嘅卵哦，你講真緊嘅嗬，順起來佢按樣嘅一張講做法來講，是係食來講，佢嘅自用來講，咁真緊是。因為佢經過其他加工咧，佢係應用成分咁板材，蠻有啲度。錯，目前來講，我哋都搶不上同樣嘅營養，搶不上佢一隻卵嘅營養。我講佢嘅皮蛋營養較冇，也較有，也講茶葉蛋嘅是個營養較有，也較冇咁樣嘅講法。係，所以只要佢是一隻卵，安尼就算一隻卵嘅營養。係搶不咁樣意思，冇乜嘅差別啦。唔管你係做鮮也嘅含卵，也係茶葉蛋，最講嘅下講到一個茶葉蛋，一茶葉蛋來講，喺個皮蛋全部做得
好，你都係 Andy 講到咧，唔管應用辦啦，佢嘅字用來講係有辣嘅啦，吼，唔係佢一張卵子係一張卵嘅字用，底下都到嘅另外一張問題。你當然 Andy 當到朋友啊，你當然是卵當好啊，做的是卵係一種動，講當然是動歡喜嘛，我做的是那種東西，假使有一種東西做唔得是失落到個向你是不是有一個過敏應用辦先上班下吼，因為你講氣冷毛吼，要當到人就食唔錯東西嘅時間，對佢來講啦吼，佢做唔得食嘅東西，佢就會氣冷毛，像講是有的人對那個卵子排毒嘅那興奮，佢咪會有那個過敏嘅現象。有安樣嘅可能，因為只要是蛋白質的東西，全部有可能會為過敏的情形哈。所以係蛋白質全部會，係。啊卵哈，生嘅較壞，熟嘅較唔壞，因為佢有變性過嘅，哈，所以熟嘅較唔壞安樣哈。但是卵呢，講是卵為過敏的人哈，其實唔多見啦，哈。但是你係咪是卵的關係哈？你做得一次，有人講係吃300啦，因為譬如講你完全冇事，你就是卵，還有過敏的是個100、200，因為當確實講，第一講係卵的關係，你這樣做得講係卵。咁我一般來講啊，講因為卵過敏的人其實是唔多啦。啊，你來講哈，其實海鮮類還有。對海鮮呢類東西過敏的人會好多，對卵有過敏的人所以都有較少的。但是你就可以吃看啦，看你係咩有安樣的可能性。但是醫生講你就乜嘅槍冇事，你就是卵，還有過敏，安樣300當算。上講你係對卵係有過敏那樣，所以對卵會過敏來講啊，其實係對大家講蛋白質嘅部分有過敏，所以你可能會對大家牛奶係，有可能會對肉氣，大家全部會過敏，全部係，但是唔對哪種啊，有啲一種會，幾種唔會，幾種會，兩種唔會那樣。你實際 Andy 講到嗬，你下日後真嘅人發攤嘅嗬，咁要排翻驗出來咧，做得驗出來當辛苦啦，你做打抗原液去，但抗原有反應嘛，啊是有辛苦，但是為了治療的時間，你又不要做，你就會去做，係，所以成日咧有到有個會傳過敏的性病會去做安樣嘅測試，從你講會有過敏啊，一係講。安樣嘅啦，所以是係啲都要匍匐安樣嘅老太上，過敏的人絕對做唔得事。還有哪啲人 Andy 是一卵來講，冇建議佢哋來食，有哪啲人唔適合冇？其實哈，我唔是看講卵是唔得的人啦，但是也是分量的人啦。比如講佢係腰子病的人，哈，肥肉嘅人，係佢做得是，但是佢嘅分量在算好些來，哈。還有個肉肉嘅人，佢都做唔得是按到嘅原因是係，因為佢有兩個可能，就因為佢卵嘅蛋白質分量太高，嚇，所以佢係屬到凍度好，嚇，佢就提早，佢個提早做嘅佢卵磷地白嘅磷，一個礦物質嘅磷咪凍高，所以佢對食藥嘅人來講哦，這隻東西咪冇乜嘅好係樣嘅，係，所以就，但人家就做的應用是做得特別酸。生活食來就做得啦，所以係做得提起過敏提議是食肉嘅原因，還有其他的嗎？一般來講是還好誒，我忙是燙過乜嘅人做唔得來是安樣嘅。大體是 Andy 一定重要是係假使講要食肉啊 ，Andy 講真嘅，對台灣來講食肉嘅人咪唔會少咯，比例來講算係當高嘅。錯，但是咧，安樣嘅講全世界食藥嘅全國係台灣啦，哈。台灣，但是沒有安樣嘅講法，因為佢食藥嘅人當多，所以食藥嘅以後做得名清楚嘅。台灣的也不錯。係 Andy 上起來都係有食肉嘅朋友 ，Andy 講真嘅，自家也個各方面 Andy 照顧好來啊，吼，也咪真嘅是也是唔係嘛太問題啦，吼。好講到了位啊 ，Andy 卵啊料理咪當到，頭先有講到了個，Andy 講卵啊來做鹹卵啦，也係講其他嘅卵，而做了個卵嘅料理嘅時間，有哪啲嘅事情我來注意咯，要買熱量咯，Andy 家下陣個來老大家來講到，先到了位來聊下。